今日咧就11月19號，就 TVB 58週年台慶。今日咧亦都係我過去打工打咗2個月之後，今日正式返我自己公司去做嘢。咁喺打工同埋做生意之中比較咧，我始終都係喜歡自己出嚟做生意，因為你自己做生意咧，你可以好多嘢都自己愛得事，工作安排啊，各方面嘢咧都可以自己安排到嘅。咁當然啦，打工咧就一個收入比較穩定啲啦，每個月都有固定嘅收入啦。做生意咧就有時就好難講，有時收入好過打工幾倍，但係有時生意差咧，亦都會差過一般打工嘅收入。咁無論如何，打工同做生意比較揀咧，我都係始終會以選擇做生意為主，因為你做生意始終自己話事，收入可以有個無限嘅收入，所以我都鼓勵大家伙計咧，有機會、有資金、有人脈，可以自己出嚟嘗試打工。呢樣嘅打工除咗自己可以改善自己生活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幫其他伙計安排工作，增加佢哋收入，達到相應嘅工作咧。歡迎大家分享點讚，OK。